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们今天要来讲 prerequisite 娃娃 TV。那为什么今天会想要讲 prerequisite 呢？那是因为有蛮多小娃娃们呢，时常会问我说，是不是上了社区大学之后呢，除了 ESL 跟数学课之外呢，随便其他什么课都可以拿呢？也是有人问说，我想要拿什么什么课，但是为什么我拿不了呢？等等的问题。这些问题的真相只有一个。好啦，那是因为有 prerequisites 嘛。那到底什么是 prerequisites 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要上这门课的前提要求。不管是在社区大学呢，还是4年制大学，很多课呢都有 prerequisites。那为什么会有 prerequisites 呢？因为有一些课你没有前面的相关知识，你是听不懂的啊。例如你今天突然对生物细胞学感兴趣好了，然后你非常想要拿生物细胞学的课，但你又没有生物的相关知识，那请问你能听得懂老师上课在说什么吗？不可能嘛。所以一般这种课呢，都会要求你先去上普通的生物学，或者是具有相同水平的知识，你才可以上。如果你不想要浪费时间，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可以 handle 这节课的话，那你可以去找你的教授谈一谈，说不定他会让你上，但是也不一定啦。我之前就有上过一门 Counterpoint 音乐对位法的课，它的 prerequisites 呢，就是要完成 Level 2的和声学。那开学的时候，老师就会问啦，大家都有上完 Level 2的和声学了吗？就有人说没有，那老师就问啦，你不知道这节课的 prerequisites 是 Level 2的和声学吗？有些人就说不知道，没有注意到，然后就离开教室了。但也有人说，我有10年以上的小提琴演奏经验，所以我应该可以。那老师就让他留下啦。结果他完全跟不上，上了2个礼拜的课之后呢，就自己默默的 drop 掉课了。这些情况都蛮常发生的啦，原因就是因为不够仔细啦。有时候选错课反而浪费时间，因为你在开学的时候才发现你自己选错课了，之后要再来重选，有很多好课啊、好的时间啊都被选光了，所以就只能再等下一次啊。好，那我这样说大家听懂了吗？以后选课的时候呢，要细心一点，要仔细看看你要上的那门课呢有没有 prerequisites 哦。有一些学校的选课系统呢会直接告诉你，你还不能选这门课，因为你还没有达到 prerequisites。这样是比开学才发现好一点啦。不过在竞争激烈的选课世界里，你比别人晚一点，可能就选不到自己最想要上的课咯。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选课前先看清楚比较好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按赞 follow 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